迄才是咱受创造的目的。所以伫即礼拜内底，有真侪人因会用比进前搁较侪的灵修的时间，较侪甲上帝、甲主耶稣、甲圣灵三甲做伙，迄个心思意念搁较侪专注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专注伫咱诚做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内底。对着基督的身上，咱会通看见一项代志是受苦，检测是咱人生内底极其重要一个项目。借着基督的受苦，咱会当诚做上帝的儿女。那安尼，基督若有这款的模范，是毋是也表示这样代志？无定着，甚至有可能检测，一定是，因为咱甘心遵行主的话来受苦，你也会成做别人的拯救，甲因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伫这一礼拜内底，咱更较专心专注来思想耶稣基督伫地面上的生活。更较专注来思考，伊甲咱同在的稳定甲疼痛。咱三甲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伫这礼拜内底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家己拢要更较侪的时间，专注伫基督来到世间，为世间人所做的，咱也要效法伊的牺牲，会通诚做众人的祝福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。主，你讲，阮若是为着阮家己所行的歹来受苦，有啥物款会通值得夸口的呢？总是阮若因为行伫上帝你的善良内底来受苦，安尼阮就称作上帝你的儿女了。主啊，这是水的，这是荣耀的，这是有恩典的，这毋是别人肯做的，但是阮肯，阮甘心，是因为基督的听激励了阮。阮所会通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，耶和华是阮锁伫阮的身上，为你名的缘故，继续帮助阮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，伫主你的内面，画出上帝你荣耀美好的款式。感谢主，阮伫这个日子内底，你通过这个祭期，也搁再一届来提醒阮，阮着怎样甲主你同行，阮怎样因为遵行上帝你的话语。来画出上帝国儿女的样式，包括伫画出上帝国能力的权柄、话语的权柄、生活活命的权柄，拢是因为上帝你的听，要丰丰富富加添伫阮的身上，要继续使阮帮助阮，互阮的日子伫主你的面前是得到你的欢喜的。并且伫世间人的面前，是因为上帝你的能力甲阮同在，你的权能甲阮同在，所以阮就会通带出上帝国的权能，见证伫世间人的面前。主感谢你，阮要欢喜进入你的院，学乐进入你的殿。主伫这所在，同齐来感谢，同齐来敬拜，毋是你欠缺荣耀，是因为阮有敬拜的需要，是因为阮有超出上帝的需要。是因为阮有超出上帝国权能荣光的需要，主，所以求你因你名的缘故，满足阮属灵的渴慕，来充满阮，来引带阮，互阮进入上帝国能力的同在。同心感谢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建基兄来报告，谢谢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我昨早起吼，陪一个正邦正的咱台湾前教育局长，去参加这个德高处归仁德高处国小20周年的校庆哦。发现讲即摆的国小无共款呢，迄学生囡仔主持哦，
会当用宣语哦，用英语甲华语安尼主持节目哦。啊，老师哦，校长拢爱穿迄个那咩衫，啊后迄个空跆拳道迄个，看到即摆少年的囡仔安尼吼，互咱感觉台湾充满着毋茫哦。好，我下面要来做消息报告。今仔日少会传道前往高雄圣教会正道，请为牧者的侍奉甲出入来平安大道。第二，112年度奉献证明已经放伫咱个人的奉献柜。若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去公布拿登记交选。第3月13日后礼拜日过活节主日要举行这个圣餐礼拜甲洗礼式，请兄弟有备心来供受圣餐，愿意接受洗礼的呢，请向牧职同工来报名。即摆目前报名的，当然有即个徐英哲吼。第4点，4月19礼拜57点半到暗时7点半到9点半，主日学的家长的升中课程，咱讲员是左玉群牧师，主题是要讲即个做囡仔情绪的教练，欢迎兄弟邀请到认捌的家长，是朋友来做伙来参加。当日咱有安排协助照顾囡仔，所以咱若有幼囝会当来，有哪会当来参加。第5点，4月20礼拜六9点到下晡的4点。咱南部教区主日学的教师升中课程，嘛是要请即个左玉群牧师来做讲员。主题有若是要讲即个做囡仔情绪的教练，教师联名的成长。地点是伫咱教会1楼，全程拢免费吼。敬邀咱儿童主日学的老师。同工以及愿意关心儿童事工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，请到即个群组填表报名，到即个4月7日截止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若无，咱要请敬拜团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主。透早来有看见一兄弟，无论是伫遐扫土骹，伫遐整理遐外口的要啉咖啡的所在，阁有一兄弟，因是先来遮灵修吼。我看见安乐圣教会所有兄弟是对教会的疼吼，是咱会当看到，嘛是会当来感受到。咱向咱倒面正面的兄弟来讲，你是上帝的见证，你是上帝的见证，你是大有影响力的，影响力的。阿门。因为有宝贝伫咱的内面，咱就会当发出迄个影响力，有迄个权柄，有迄个能力。咱现在要来敬拜俄勒耶和华，咱为咱的起坐起来，咱将所有荣耀俄勒归乎伊。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伊。俄勒荣耀拢归天父，只愿全能上帝。伊名世人切天成就，为人受定世界。俄勒主圣名，俄勒主圣名。
主，我要将一切荣耀恶乐，拢要归乎你。你的名是超我世上的万名，你是至尊至圣至疼的主。主，我这时咱开咱的嘴，开咱的心来恶乐，这位全地主。有主的同在，世界就坚定无摇动。互咱倚靠上帝，互咱常常来学乐，感谢咱的上帝。这是咱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来学乐你的圣名。哦，主啊，将所有一切荣耀学乐来归乎你。主啊，你本为大，本小极大学乐。主啊，互阮会当所有伫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所有囡仔有血气，拢要来学乐来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听世间人差遣你的圣囝，为阮来受死顶伫十字架顶。主啊，你的名是超我世上的名。主啊，你的名是赢过死亡的权势。主啊，你是至尊、至圣、至荣、至疼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统管天下万国。主啊，你的国位永远安稳。有上帝你掌权伫这个世界，世界就坚定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我们来学乐你，来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学乐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。学乐主圣名，学乐荣耀归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，学乐荣耀归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，学乐荣耀归主圣名，学乐主圣名。哈利路亚！咱将一切掌声拢要归乎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请坐。主，我学了你的圣名，你的名是超过万民之上，就是耶稣宝贵的名。靠耶稣宝贵的名，主啊，阮就毋免忧伤。主啊，阮嘛毋免苦苦安尼来打拼，因为耶稣正做阮上大的倚靠。阮的心常常要来学乐耶稣，阮的心常常要甲耶稣做伙。我也愿意，因为耶稣救赎阮，救赎咱，献就咱家己伫主的面前，常常用咱的嘴来学乐，用咱的嘴来唱新歌来学乐咱的上帝。耶稣宝贵的名，超过万名之上，是耶稣宝贵的名，叫我脱离死亡。
只是咱会当安静，咱得到耶稣这个救恩，是何等的有福气！毋是咱拍拼得来，是上帝白白将这个恩典赏赐予咱，互咱脱离罪恶，互咱得到新的活命。伊叫咱毋免阁艰苦，咱就靠耶稣宝贵的名，咱就会当刚强。软弱的爱变刚强，丧香的爱变富足。上帝将这满满的恩典满满，来赏赐予咱，互咱常常来唱耶稣宝贵的名，咱就欢喜来唱出大大来学乐主的名，互咱真正让咱唱出来时，咱的活命都无同款。主时时甲咱同在。互咱会当对耶稣来行，咱一生都毋免烦恼，咱一生都毋免伫遐咧吐气。有主耶稣基督来牵咱的手，咱的心就伫伊的内面得到安息。咱就会当看见，当咱倚靠耶稣，咱的心就得到上帝伊大大的看顾，伊的保护。所以咱毋免惊这个世界带来，互咱有偌济这个艰苦。咱唯有所信靠的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宝贵的名是会来军队，咱的一生，互咱常常来举手来学乐耶稣伊宝贵的名，咱就要得到上帝伊的快乐，伊的信心向前来行。哈利路亚！咱们欢喜来唱出声。我们学了你的名，感谢你，赏赐教业恩典，甲阮同在，互阮赢过济济这的坎山，阮的软弱，主，阮也愿意一生来跟对你，奉献阮家己的生命，对主来行，因为有主甲阮同在，有你的话语常常充满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所行过人生的路站。虽然有苦楚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阮赢过啊，都是靠上帝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心，也互阮的心会当有主成做阮的倚靠，主阮就会当继续对主行落去。主阮一生要来跟对你，阮也要将阮家己献伫主你的面前，主你来使用阮，你来查看阮，也互阮将上帝你的听、你的福音来传出去。主，这是阮的愿望，这是阮的宣告。这是咱请兄弟起来，用这首的诗歌，真做咱军队耶稣的宣告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茫茫的心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当我无我靠的心，予我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，坚持
家己来祈祷。伫行天路的路程，咱有时会歪错，有时咱会得罪人，得罪上帝。咱一生要来跟对主，上帝话语每一天来光照咱的心，也伫主的面前来宣告，咱要一生献给上帝。咱要来回应伊的呼召甲疼痛。上帝予每一个人的恩赐命定拢无同，也予咱会当坚持上帝要予咱的一生拢无偏离，予咱会当成做上帝圣洁的器皿，予主来使用。这个时阵，咱为咱家己来祈祷，也为着咱会伫教会使，也是伫咱的职场、伫咱的家庭，咱拢会当真正成做上帝堪用的器皿，予主荣耀会当得到，咱透过咱来见证出来，就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你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一生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来跟对你，予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引带我，予我无偏离你的道路，予你的话语每一天来光照我，也予我知影你的话，都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都是灵，都是活命。主啊，我若离开你的话，我都袂当做啥物；我离开主，我都袂当做啥物。主啊，我需要有耶稣基督，你成做我一生的依靠。主啊，我也要来伫你的面前来回应讲，主，我愿意一生献给你，来回应你的呼召，你的疼痛。主啊，互我会当坚持完这一生的路程，一直到记主的日子。主，我要安尼来做，我也要安尼来行，互人会当得到荣耀，得到益处，也互上帝得到荣耀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我要安尼一生来跟对主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阮一生献给你。阿门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给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，坚持一生无偏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给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条分享出去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条分享出去。互人勇健，互人健康，互人强盛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拣选软弱的阮，拣选卑微的阮，拣选伫你的救恩内底，伫你美好的旨意内底，用拣选，互阮进入你的丰盛、你的强盛、你的德性。你是主，永远的疼痛。你无紧紧受气，有永远的慈爱。你甲超找你救恩的人同在。活命的过程内底，有阮的软弱，有阮的骄傲，有阮的挑战，甚至有阮的失败，有阮离开你的面，家己去超找家己所要意爱。坐了一大年，阮忽然才发现，原来一切丰盛的恩典、怜悯、疼痛、照顾、平安，阮一切所需要的满足，
原来拢是伫基督耶稣内面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找到你，是因为你来找阮，你亲自来找阮，所以阮找你才找得到。你用永远的听阮，所以阮才无感觉受放散。你用永远的赦免阮，所以阮的人生才阁有盼望。上帝，阮所以到伫这个日子，阮甲家己奉献予你，阮恳求你，阮仰望你，阮愿意甲家己放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亲爱的圣灵来加添阮的困难。叫阮脱离阮的私心欲望，互阮活伫你的圣洁、你的教示、你的劝勉，互阮会通伫你的内面得到迄个真正的安息。就是阮会通伫努力内底无惊吓。就是阮伫苦难当中有信心，知影你甲阮同在。阿门。就是伫一切的环境内底，阮无迷失家己，因为知影阮的心中有上帝，阮的内面有公义、有慈爱，阮就袂对人冷心来，乃是会通伫你的内面受引带。阮就会当行伫上帝你欢喜的道路。当阮爬过这个山岭，阮就会看到头前就是上帝你得胜荣光的圣城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灵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。万灵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现在咱要来读启文，启文第12篇。我来启兄弟来引，好的所在，咱大家做伙来读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学了伊的话，要常伫我的口中。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因。恁爱谈主恩的滋味，就知影伊是美善，投靠伊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呐，恁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的师，搁欠食饮药。但超找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拢无欠。有啥物人喜爱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着爱禁止舌头，无出歹言，嘴唇无讲诡诈的话。爱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，一心对赶。耶和华救赎伊仆人的灵魂。伊若投靠伊的，必无到定罪。阿门。咱启文到这，下面的时间，咱请牧师正道。
咱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律法既然是将来水的代志的影，毋是本物的真相，总袂当借着每一年上献同款的祭物，互你金前来得到完全。若无献祭代志，敢毋是早就已经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受洁净，就无搁再感觉有罪了。但这祭物是互人每一年受起罪来，因为牛犅甲山羊的血的确袂当除罪。所以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，就讲：上帝啊，祭物甲礼物是你无愿意的，你捌甲我有备了身体。烧祭甲赎罪祭是你无欢喜的。迄时我讲：上帝啊，我来了，为着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代志伫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讲祭物甲礼物、烧祭甲赎罪祭是你无愿意的，也是你无欢喜的，这拢是照着律法献的。后来又搁讲，我来了，为着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伊是拄起在前的，为着要立定在后的。咱凭这个旨意，靠耶稣基督。只一届献上伊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阿免。咱搁再一届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，赐阮保守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这时，阮搁再一届恳求主的圣灵，因着疼痛、怜悯、运行伫阮当中。高我传讲人的嘴，伊的智、伊的心、伊的灵，也互阮伫圣灵的引带内底，无论是传讲的，无论是兄弟姊妹，拢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受更新、受祝福，会通搁再一届对主领受活命伫基督内面的清新、阳光。甲力量权柄，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耶和华上帝欢喜互万物真做水，这也是伊伫创世纪内底咱所讲的。那么，伫人嘛是意爱这款的生活，但是人受到迷惑，至到咱。用别款的方法，毋是用上帝的方法，结果咱就惹出真侪咱家己人生受苦的代志。上帝已经，或者是讲，这个世界伫上帝的安排内底，或者是咱家己所看到的，拢会真清楚。即使咱若是点一个火，了后咱甲手放去顶悬，安尼咱的手就一定会熄去。还是烧害去，这是一定的代志。咱讲这是自然的，但是我讲这是新约。什么是新约呢？就是上帝的作为，神所留下的记号在那边，上帝行过的痕迹伫遐，所以这是伊毋是一个自然，是一个上帝定定咧做的新约。上帝久长该安排伫遐，就是安尼。人伫活命内底会当透过这去经历，你就会看到迄个代志一定是会安尼发生的。只是因为伊逐工拢安尼发生，一直拢是安尼发生，所以咱就该当作是平常的代志。其实照着科学家来讲的时阵，人只要若是供应有够额的营养分，有供应够额的即个快乐的元素，安尼其实人会一直大汉起来，一直大汉起来，大汉到尾啊，其实伊是会当袂死的，对吧？科学家就是你真侪物件，就是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嘛。你看，亲像讲，咱的钱会愈来愈积愈济，思想会愈积愈济，
但是是安怎生命吼，一直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吼，伊应该安怎愈来愈水啊，伊营养分也有够啊。但是你会发现吼，毋是，人过一个坎站了后是安怎？开始目睭蒙雾、酸涩、流目油啊了，头毛安尼开始爬起，啊喙齿开始会摇落，哦。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有真侪物件，咱伫个所在就感觉咱活命内底会无完全。上帝意爱咱过一个美好的生活，但是咱要怎样来过这个美好的生活，进入上帝的意爱？当人犯，就是科学家到落尾，敢若有法度来相信这样代志，就是咱的活命内底，因为罪的缘故。所以人有一天会开始衰老，人生会开始失败。但是伫基督内底，咱才有永远活的愿望。所以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总是咱若是伫即个罪内底，咱若是伫即个无好的内底，人就会定定受责备。你检查会讲哦，无啊，有一寡人伊也袂家己责备家己，做歹代志做甲足欢喜哦。迄是咱安尼讲安尼看啦。古早的时阵，咱教会有一个做吴宪忠兄弟，伊做过典狱长。伊讲就伊安尼看的时阵吼，遐吼介厉害、介猛的吼，看起来吼拢足敖的遐吼，或者啥杀人不眨眼吼，杀死人目睭吼，捏一个都拢袂迄款的迄人吼。要枪杀迄一天的时阵安怎？要枪杀迄一天吼，迄链啊那伫啊，链啊足长啊吼，互因有法度行动。但是吼，迄个人吼，干那要去枪杀尔后，安尼，迄两支骹安尼行，安尼拖袂行。了，佮其中佮有一个闪尿，规身躯赤灵赤风啊，吼作用的安尼。但是安怎？干那要行去啊，去哩迄个刑场的时阵吼，要去到刑场要受刑。受枪杀的时阵是行到两支骹落准，了闪尿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活命内底是因为伊也无面对着死亡，所以拢会感觉家己足厉害、足强的。但是当开始真实去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伊就会惊吓。那真正知影罪的权势甲能力伫咱人的身上，咱才有法度真正去面对死亡。死亡对咱来讲是一个一定爱经过的过程。如果伊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代志，咱就爱真认真慎重来面对这项代志。上帝唔甘咱人伫罪的权势来生活，活伫罪的惊吓内底，所以上帝就设立救恩。对古早的时阵，就设立救恩的方法。迄个设立救恩的方法是啥？圣经伫遮讲，律法既然是将来水的代志的一个影，伊唔是本面的真相。总是袂当借着每一年上献的祭物，互迄个金钱来会当得到完全。这个意思是咧讲啥呢？你知毋知看这个所在遮？你有看到这个讲台遮有一个影无？我即马安尼走的时阵，遮就无啊。即马走来遮的时阵有无？就一个乌影有无？乌影就伫遮了。啊，你看到这个影，迄个影，啊，你是看到这个人。啊，人甲影敢有共款？有了啊，共款啊，形体共款啊，但是人较精彩嘛，对无？人毋则较实在，啊无你敢若看到迄个乌影，看到乌影就开枪愈害，哦。所以咱爱看到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？律法迄个物件是将来水代志的影子。律法其实是伫迄个所在指出罪来。若无律法，就无罪；若无野笑来牛吼，逐条拢足直的。就是随在你讲的嘛。
但是就是笑伫迄个所在来讲的时阵，扭出来，安尼就知影伊有歪错去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有一个提醒。律法内面伊甲做指出来，10条诫内面开始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是因为都无别个上帝。咱伫活命内底，伫迄当中，咱会看到，你慢慢为家己刻掉偶像。一个人，伊个先生过身去啊，了，该买一块叶仔来甲迄块叶仔刻做因先生的样式。请问迄块叶仔敢是因先生？毋是嘛？你敢讲毋是？无咱甲伊拍做金身，安尼好无？安尼迄块金仔敢是因先生？嘛毋是啊。所以圣经讲啥？毋通为家己刻掉偶像是啥？我要，因为咱人有拜神的需要，迄毋是讲吼咱的需要而已尔，迄是一个记号。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甲永远活这个物件，放伫人的灵魂内底，所以咱人才会去超找神。人类学内底讲到高山啊吼，甲星星嘛会安尼拜，会安尼拜，但是因毋知影咧拜啥，但是咱人会。咱人若疼的时阵会讲啥？安尔话吼，那才疼。啊，若是送香艰苦的时阵啊，天啊，我哪会遮善，有无？你会化天，有无？所以咱的活命内底会有一个啥物货？求天的本性伫迄个所在。但是咱袂当吼，将着一粒石头，还是用一个金仔来甲伊拍起来，讲这就是神，这就是上帝。你甲看，就是我这个人哦，我用一块叶仔甲伊刻咧，我倒也毋是。迄块叶仔，迄个黄金虽然遐尼济钱，伊敢有法度代表是我，无法度呢。咱嘛袂感觉伊就是哦，迄是咱的先生，迄是咱的太太，咱袂感觉呢。但是真奇怪哦，是安怎吼？人都无法度用石头来代替，人都无法度用叶仔来代替，人都无法度用黄金来代替。但是真奇怪，神会呢？你有发现无？所以咱就甲神，你看迄个，莫讲庙里内底，就是这个上帝呼召这个以色列百姓对埃及出来，因安怎？因用金仔做一只牛仔囝，讲啥？哦，这个就是上帝。你无发现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吗？咱若认真甲想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是安怎？所有的这神像刻雕，伊拢袂当代替上帝，因为上帝本身的能力是赢过这样。万物是正着伊的意思所塑造出来的形象。但是，咱敢若甲伊刻做一个形象，一个物，安尼咱就已经，咱看到迄个物的时候，咱就已经将着伊的能力甲伊限制伫遐。是安怎？埃及人，是安怎？以色列人会刻迄只牛，甲伊当作是神呢？因为伫古早的时阵，牛咬正坐，牛有力，牛会听人的话，所以安怎？伊有法度犁田。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啊：厝内底若无牛，牛条就真清气。但厝内底要好业，是因为因兜有足侪牛。安尼听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古早人会把牛当作神，以色列人、埃及人、迦南人，甚至今仔日，阁有一个所在嘛会把牛当作神，印度，是因为伊的气力大，伊阁听人的话，哦，安尼即个神上该赞，对无？有能力，好，阁听我的话，
啊，我叫伊做啥，伊就做啥，会安尼到底是上是神啊？所以咱爱去真斟酌思考这代志。所以现在上帝甲咱讲，毋好克掉其他的物件来代表我，因为咱伫这个克掉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甲迄个物件化作咱的期待。所以偶像毋是神，人守袂掉10条诫命，10条诫命，互人知影咱家己无能为力，咱所拥有的，敢若只有迄部分。但是咱知影这是好的，这是对的，因为圣经上帝讲，人着爱孝敬父母，咱着爱守安息日。因为孝敬父母，所以咱后界才有人甲咱饲。因为咱无杀人，所以咱着袂妨杀。大个人拢无去互谋杀，着无有人会去互谋杀去。毋通干淫惊淫乱的代志，安尼世界就会太平。毋通讲偷摕。所以呢，我的物件吼，咱真侪兄弟姊妹吼，这对着年龄了啊有较大咧吼，手机啊着放伫教会要互牧师用啦吼，啊了后地后啊着放伫教会，讲牧师你摕去用吼，安尼有诶时阵吼，安尼顺顺的聚会煞了诶时阵，顺着2、3个迄落啥，迄个保温瓶、保温盘吼，因为咱无共偷摕。所以安那物件就会碰见你嘛，所以这就是咱的话命。咱若无个做假见证，就无有人会去互陷害嘛。若无共贪心，就无咱的物件就袂安那无缘无故消失去。所以10条诫是要互咱知影啥物是好。圣经内底有这，但是咱守袂掉。所以，既然犯到这代志的时阵，咱着安怎？咱着爱伫迄个所在献祭。也因为咱无法度守掉咱家己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咱才伫迄个时阵讲上帝啊，我真正需要你。只有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才来超找上帝。天顶地下无别个名，甲咱讲咱有这个能力会当帮助咱。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内底，拢干那一项代志，就是靠着修行、好行为来换着救恩。亲爱兄弟姐妹，咱哪有法度做这代志？咱甲这10条诫，咱吼安尼认真甲伊想想咧，你甲伊看卖啊咧，敢有法度守条这？旧约也是新约所讲的，并毋是普通的道德，也是观念尔，只是啥？超过咱外表行为通看见的行为是按着内心的。主耶稣来到伫新约的时阵，特别甲咱提醒：恁讲看到讲哦，毋好杀人。但是哦，你若看到一个人哦，开始心中就对伊扣恨，安尼其实就已经开始咧采取杀人的行动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亲自赏赐，总是人有的时阵犯罪，人做了无够好势的时候，咱就会伫个所在，咱会做毋对去。比如讲哦，我甲人偷摕物件，但是迄个人过身去啊，我无法度行伊，安尼这个时阵，我就爱去献一个祭，或者赎愆祭，就是迄个罪已经无法度去。改变迄个事实啊！安尼我就爱献上赎愆祭。当我献这个赎愆祭的时阵，我去献，总是这个代志，敢有互头前迄个代志怎无去？迄个代志有发生无？我共偷摕，但是互我偷摕迄个人已经过身去啊！我就是今仔日献祭求上帝赦免，请问迄个代志敢有消失去？无。但是上帝安怎甲伊算做讲安尼无罪？但是，若是甲安尼的时阵，有法度算无罪，伊也是无完全。是安怎讲啊？这无完全。这物外表上是会完全，看起来我有做这个行动，但是实际上，敢是我愿意的？真侪时阵，咱做无好的代志的时阵，咱会讲啥物话？我昨的时阵吼去佚佗，结果的时阵吼我毋知。上星做伙出去佚佗，毋是，他们遮兄弟姊妹做伙出去迄个早顶迄个所在，
敲找这个马雅国的信用记录。结果阮去的时阵哦，我就歪着骹，我就伫个所在讲拢是全程接受啦。伊若莫办这个活动，我今仔日就袂歪着骹啦，有无？咱会用真济借口嘛？但是实际上，咱伫这当中，咱就是定定会怪罪人。通过这怪罪，这诫命，咱虽然限制，敢是真正咱心内底会愿意？无一定，因为啥啦？你甲看伫第80讲啥？这拢是照着律法所限的，就是有这个规定啦。所以我才安怎？有的是咱家己发现的，有的是别人发现的。结果咱就伫当中安尼来行，安尼来做。但是敢是咱心甘情愿的？毋是哦。所以呢，诫命伊有外表上的完全，有礼仪上的性格。但是实际上，伊是一个无完全的。有的时阵，伊的限制内底，就是这只牛、这只羊，伊敢真正是愿意替我的罪来死？实际上毋是啊，伊是不得已的啦。伊若会当竞选哦，伊嘛讲啦，我才无爱咧。廖牧师，你家己犯罪，你叫我去替你死？伊若会当选啦，我想迄牛甲羊哦，安怎？伊嘛要走啦。伊嘛无爱安尼啦吼，所以伊外表上是圣洁的，礼仪上是圣洁的，但是安怎？伊的无完全，毋是讲即只牛甲羊无好，是安怎？伊内心毋是甘愿的，毋是自发性的。咱是甲一只牛甲羊甲绑来，了后咱要去限制。但是迄只牛也是迄只羊啦，会讲话，伊嘛会甲你讲，廖牧师啊，是安怎？你犯罪，我去替你死。对吧？所以，迄号这无完全，毋是讲即只牛，也是即只羊生了无好势哦，毋是，是讲迄个毋是出自伊欢喜甘愿的。所以，伊伫即当中，咱去限制的时阵啊，是互咱想到迄个罪来。咱人呐有外表上的体面，咱人原来有做好的礼拜，但是实际上咱知影，咱即礼拜过去的即礼拜，咱加减啊有做一寡无好的代志。毋是咱故意做，但是无张持嘛是做啊。哦，这有这无完全的人，但是伫基督内底呢，基督毋是安尼。基督伊是圣洁的源头，基督是伊永远的人子。人子的意思是上帝所拣选的迄一位，但是伊甲人活做伙，伊是一个完全的基督。伫伊的活命内底，伊有牺牲的救赎，所以你会当看到，上介重要是即个。但是这个拢总是啥？拢总是影。伊若无有基督的完全，安尼后壁这物件拢总无路用。就是爱有一个实体，你看到这个乌影，你爱知影有这个人，毋是干那看到这个影，了后无看到这个人。你若看到这个影，但是迄个啥影看起来拢足相像啊，就是乌乌啊，迷迷糊糊啊。但是咱看到迄个实际的人。咱才有法度真正知影伊到底是啥物货。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捌讲过一句话：人类上界大的幸福是伫倒位？每一工伊拢会当检查伊的心灵，落实伫道德顶面。无有灵魂的生活，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甲意义。所以伊咧讲一项代志，讲啥？你的灵魂是爱清气，爱落实伫道德内底。虽然每一个人的心灵甲道德观会无共款，但是追求良善、公义、正直的是普世的价值观。迄个所有美好的价值观是对着上帝所来的。所以爱真重要，就是人的心性会看到天，会看到迄个美好，会期待世界和平，会期待人彼此相听，会期待人真正活出伊的美好。丧养的人有人照顾。无方便的人有人该扶持，这拢是人类咧追求的。但是伊伫这个所在讲啥？伊讲每一工我着去检查我的心灵，今仔日有比昨较清气无？我的听有今仔日有比昨搁较济无？虽然伊无认捌上帝，但是伊伫这当中会看到灵魂内底的需要。伊讲：“seksu我若无互我的灵魂愈来愈水。”
安尼我的灵魂就会死亡。即款无有灵魂的生命，就会失去人生的价值甲意义。泰勒加都我都想法即款的话，咱若有法度想即个话，咱就真正就是一个对着活命有能力的泰勒加。圣经对着咱提醒，是现在的这物件，伊其实就是要互咱想着咱的罪。但是耶稣基督无共款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，毋是为着家己的欲望咧生活。圣经伫这第50讲，所以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，就讲上帝啊，这物甲那物，毋是你所愿意的，你捌甲我备办了身体。烧祭甲赎罪祭嘛，毋是你所欢喜的。迄时我讲上帝，我来了，为着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代志伫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所讲的祭物甲礼物、烧祭甲赎罪祭，是上帝所无愿意的，嘛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是安怎？因为这是照着律法所显的。这个话是咧讲啥呢？这个话是咧讲吼，我有一届徛。我有一届吼开车，我开车的时阵，要去迄个高速公路，就是要去迄个仁德交流道。你若是有 G 的吼，麻烦你甲伊关迄个关飞行模式啊，关机这里。5G 的吼很容易干扰到我们的讯号，谢谢。有一届吼，我就对咱教会开咱的福音车，要去到大湾还是仁德迄个交流道遐。所以我一般吼拢会开咱这个大部分的人因会开健康路啦，因为健康路较大条。但是我较毋是开健康路，因为我拢会开这个五妃街。所以我就对永福路这个所在过，到五妃街我就这个倒手边遐去。所以我就为遐一直过。去到迄所在的时候，就过忠义路，过南门路，了后过这个夫人路。好，重点来啊！我即摆去到遐的时阵毋着离五妃街行到大底，拄着大东路嘛拄着大东路的时阵伊就无路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向右转或向左转。我就伫迄个所在拢头前拢无车，我是第一台车。我后壁的时阵，我看嘛无车，注意听我看嘛无车。所以我就伫迄个时阵已经到青顶暗，我就怎为正边甲挖过。我就为正边甲挖过啊！因为要行迄个林松路去嘛我就挖过，我就无拍方向灯，我就甲挖过啊！了后去到迄个去到迄个大东路的时阵，伊会有两边遮会直行，会有两条线爱靠正边。但是我倒边的要过林森路遐个所在遐，伊遐去伊会一条路安尼去会怎遮？遮的时阵伊会怎会这线怎画安尼？遮会去画一边出来。迄个所在你后要要左转的时阵，你爱拍方向灯，你才会当靠过去。结果因为迄一天的时阵，我看到拢无车，人并单，你知无？所以我就两届拢无拍方向灯。结果的时阵过无偌久的时阵就一个双挂号来啊！双挂号就来啊！来的时候我拢奇怪，我就足久无收到双挂号的。我讲你若收到双挂号的，拢毋是啥物好代志。所以买手的时候落界，我甲你讲，毋是一张，是2张，2张。怎么样？这啥？转弯没有打方向灯，对，检举达人。迄相片佫偌水咧呢？迄相片偌水咧，我就甲你翕2张来安尼，我就来啊。我袂，但毋知1,800啊偌济，我袂记啊。结果的时阵买手的时阵就怎摕2张单，摕罚款单就去交啦，就去摕去迄个监理所交。你敢知我去
摕单去交的时阵吼，我偌欢喜咧，吼，感谢上帝，吼，要来交钱啊，吼，你看2条咧，吼，偌赞咧，吼。你想我敢会安尼？哎，恁这人较会讲袂啊？会无？会种欢喜无？我毋知，可能见钱啊的啦。伊会种欢喜，会去甲交吼。你知影？我甲你讲一个代志。我去交的时候，我还袂去交，我得甲对咱教会吼，要去找迄单吼，摕罚款单要去交的时阵吼，我心内底吼有2个感觉。一个吼就是讲吼，那遮便单，那遮便单，啊，个方向灯就安尼切出来吼，毋得过啊。啊，你含切迄个方向灯，你就开骹破相的，袂顶袂动去。吼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吼，个感觉就是讲吼，啊，这检举达人哦，检举某人是1把相赢伊啦。我著看到后壁都无车，啊，你是到底对倒甲我翕的安尼？哦，啊，我著无车，啊，但是吼，各方发2张这个路，我要甲各位讲，毋是我喜爱律法啦，我其实无期待有律法发生。但是你知影，你若捌对着人的车的时阵哦，会有一个情形，就是吼，咱到迄个十字路口的时阵，但是吼，咱要挖正边啊，挖倒边，结果迄台车因为十字路口嘛，啊，但是头前迄台车怎，也无切方向灯，也无要挖正边，也无要挖倒边，咱就会感觉伊是无要挖正边，无要挖倒边嘛，因为伊无切方向灯嘛。所以咱就会认为伊是要直走嘛，对无？结果的时阵哦，伊就怎对正面就甲脚步就甲转落，就转落的时阵，咱若要挖正面，结果怎为后壁甲伊压落，你会安怎？你会感觉讲，吼，你无开方向灯，搁挖正面，吼，你有够赞的，你足够开车的啦！你会安尼讲吗？绝对袂啊！咱会当啊，啊，你要挖也无开方向灯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毋则甲伊压落。这就是我，你知无？我就感觉啊，都后壁无车啊，我就看，我对目睭面看后壁都无车啊。但是迄毋是有车无车的代志，你要挖就爱安怎？就是一定爱切方向灯。但是我的内心有律法无？我知影有律法，但是我有遵守律法无？无。我无遵守律法方法，我有介欢喜无？无。但是应该爱方法无？爱。你了解无？这就是咱伫罪内底咧生活，就是安尼啊。上帝有一个律例典章伫咱的内底，我知影爱遵守，但是啥物人爱遵守，别人遵守，我爱遵守无免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嘛。所以咱的活甲足艰苦，活甲足困难。咱无照主的旨意行。所以咱的人生就会出足侪问题，足侪问题。啊，出问题的时阵，佫袂检讨我家己，拢安那千错万错，拢是官位兄的错，绝对毋是牧师的错。好，你了解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我啦，罪恶的本性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呀，伊来到这个世界，圣经讲，咱来读这段经文来请。恁爱掠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形象，无掠家己甲上帝同等做强夺的，反倒当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真侪人的款式，以求人的款式，就家己卑微，专心顺服，以致到死，并且死伫十字架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罪。伫当时罗马政府内底啊，上界大的问题，上界大最大恶极的人，才会钉十字架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，伊敢若有一个代志，成就上帝的救恩，完全听叹上帝的话语。遵照主的教示去行，为着要成做人的救赎。
伊必须要无犯罪，才有法度成做人的救赎。咱斟酌看，耶稣基督伊来啊，伊无下事。第一，伊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经过宗教政府的审判甲裁决，因找无耶稣有任何的罪。但是因无死，因敢若有一个罪，耶稣敢若有一个罪，对宗教法庭内底敢若有一个罪，就是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，所以宗教法庭就讲这个人讲滥散的话，家己讲家己是上帝的囝，所以耶稣爱甲伊判死刑，因为伫阮的律法内底，上帝哪会变做人？无可能，所以袂当。所以呢，就甲耶稣判一个死刑，但是因无官兵通好杀死人，所以因就甲伊带去地方法庭，就是希律遐，就甲希律问讲哦，安尼即个人哦，伊安尼哦，就阮的律法来讲，伊是爱死刑的。但是希律是地方政府啊，伊看看，你就问啊，讲啊耶稣会当是安怎样？听来听去的时阵都。啊！这宗教的代志，恁家己处理，这都毋是阮政府咧管的。所以政府原来伫迄个所在安怎，无法度判伊有任何的罪行。讲迄是恁家己的教主，啥物，所以恁家己去处理。但是宗教法庭抑阁毋愿，所以尾手就甲伊送去最高的法院，就是国家级的法院。迄个时阵，犹太地是互人殖民的。所以地方政府伫迄个所在无法度判耶稣的罪，啊，并且耶稣嘛无罪。耶稣若有罪，就是敢若有一个罪，就是伊讲伊是上帝的囝。但是这都毋是阮政府咧判的代志，这是恁信仰、恁头壳内底咧想的代志。是啊，毋是？是恁家己要承认，还是伊要家己讲？无你古早的时阵，你看讲啥？咱古早无原来有一个人哦，这啥赞叹师傅。对无？啊，你嘛是人，伊嘛是教主呢，对无？哦，迄就是恁要信啊，毋信安尼尔，迄是甲恁的关系，你家己心内底的代志，迄毋是阮政府会当管理的代志。哦，所以地方政府嘛无法度管这个代志。但是因就是要互耶稣，因就是要甲耶稣用互伊死，因为耶稣指出因的罪来，因的罪是啥？有外表的行为，但是内心安那无尊敬上帝的话。亲像你看我这个牧师，对无？看起来嘛呢吼，人模人样，但是竟然开车，我倒边，我正边，甲咱两个方向顶，你着遐并单，佮兼懒死，安尼听无？迄就是问题，无对心内底来尊敬上帝的话，来遵守交通规矩，就是这款问题嘛。总是耶稣基督尾手送去到迄个。最高法院，你斟酌最高法院迄个审判官，迄个审判官连续3摆，比列倒连续3摆，讲啥话？我查袂出这个人有啥物罪，我查袂出这个人有啥物罪，我查袂出这个人有啥物罪，甚至到伫上路尾，迄个文献记载一项代志，讲。比列倒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，知影因要甲耶稣用互死，是出自因内底的啥怨妒，所以因要甲耶稣用互伊死。但是耶稣无罪，伊就伫迄个时阵想一个方法讲，啊无恁即马有一个叫做巴拉巴，迄个人杀人放火啦吼。了，恁一个耶稣，伊只不过是讲吼，伊就是上帝的囝。安尼，即两个人吼，恁来评，恁这个话啊，恁的啥搬过节一定特别高啊。我会当偷放一个犯人互恁，吼，这个叫特赦，特别的赦免。哦，所以比列倒想讲哦，一个杀人放火的危害国家的吼，因一定会选迄个。哦，啊，这个主耶稣就是敢若讲伊是上帝的囝，安尼尔，这个可能较无罪。哦，啊，所以安怎？因想讲一定会选到迄个杀人放火的强盗，但是无想到百姓安怎，吼心肝掠瘫痪，讲啥？
阮无爱耶稣，阮要比巴拉巴。哦，你敢知影啥？迄真正是，你看到你就会艰苦。所以伫当中，因就竞选巴拉巴，了不得不比列倒安怎？芳一面汤水出来，洗手。今仔日是恁该定互伊死的。将来有一天天顶的神若是怪罪的时阵，安那恁袂当怪我。这个代志跟我无关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受检验，伊是一个无罪的神。你检测会讲有啊？伊讲伊是上帝的囝。迄个时阵，大家人拢毋知有这个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若讲吼，我是蒋介石因囝吼，安尼我就是犯罪啦。我若讲吼，我有做廖杨雪因囝，安尼我敢犯罪？你敢知廖杨雪是啥？是惨啊！恁可能会感觉我咧讲白菜咧款。我若讲我是廖杨雪的囝，谁啊？恁较会讲我是犯罪咧？各位敢听我咧讲啥？我咧讲的是一个事实啊。耶稣讲我是上帝的囝，伊是咧讲一个事实。只是因为我无承认，我无愿意承认，所以我就讲伊黑白讲。问题是出伫我，还是出伫遐个人？是出伫遐个人，毋是出伫我。今仔日咱的问题是啥？但是问题是啥？耶稣基督伊本来其实会当安怎？会当甲全部的人灭掉，但是伊无，伊请做人的款式。耶稣基督是安怎爱请做人的款式？其中有一个上介重要的原因。你若捌听过这个比例，你就了解。有的时阵吼，咱咧甲人苦劝，也是安怎样的时阵，了后咱拢甲伊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就安尼生成安尼吼啊，你就毋茫安尼啦，吼，你原谅伊啦，吼，你原谅伊啦，就安尼啊，无你要安怎？你就原谅伊啦，吼，所以你甲原谅就好。这个话你拢毋好共劝，你知无？你毋好劝人安尼。你若是我，你也无受过我这个苦，你叫我共原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知影讲哦？你若讲哦，你足够共人原谅的啦吼。来，你即马出来。你讲你足够共人原谅的，你即马出来。我为你的腹肚甲你摸一下，我就甲你讲啊，你得原谅我。我无需要讲道的需要吼，所以爱甲你摸一下，来证明讲你足够共原谅的吼，你就原谅我。你看你会原谅无？耶稣基督有能力做这个代志，但是伊有能力伫一时的内底，将着所有才会要定伊伫十字架顶的人，互因完全毁灭。但是伊无安尼做，伊真做人的款式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是安怎？伊需要真做人的款式。伊受误会，伊受冤枉，伊受人陷害，伊全部所有的艰苦，拢甲咱同齐受过。伊受过试探，伊捌咬过。伊捌互人勒骂，伊捌互人配喙烂。耶稣是安怎爱真做人的款式？即使因若无真做人的款式，有一日我若对这个世间离开，上帝要审判我的时阵，我一定会当甲上帝讲一句话：上帝啊，我甲你讲啦。
你就是上帝，你都唔知影做人的艰苦。你听好无？咱一定会用这句话堵上帝嘛。你就是上帝，你就是神，你都根本唔知影阮做人的艰苦嘛，对无？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真做人的宽恕。你受过的苦楚，伊拢受过；你受过的试探，伊嘛拢受过。你互人陷害，伊互人陷害了愈忝。你捌受过车祸，伊嘛捌受过人祸。我这一礼拜的时阵，搁较侪咧有备。这礼拜开始，今仔日开始就是受难周。受难周的日子内底有真侪正兄弟姊妹，有真侪基督徒，因为特别伫这个日子内底，对今仔日一直到后礼拜日31号，会伫这段日子内底特别去思想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怎样疼惜人，怎样甲人同齐做伙生活，陪伴人、鼓励人、扶持人。耶稣基督伫这当中特别伫这日子内底，咱去思想耶稣受人冤枉、受人勒骂、受人弃绝，但是伊敢有做啥物歹代志？无。去思想这个代志，伫这一礼拜，当我一直想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就愈想愈艰苦，也愈想愈有愿望。基督耶稣是安怎爱替我做这个代志？伊若无替我做这个代志，我的人生的结局会变做啥？有上帝的形象，但是伊愿意体贴我，真做人的款式，经历过人生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代志，但是伊无犯罪。我以前听到讲有一个乌影伫遐，我看迄个乌影都无啥，但是今仔日我看到迄个乌影闪现乌影迄个本人出现来的时阵，我才知影讲，伊是遮尔阳光、遮尔水、遮尔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认真去思想耶稣基督。伫受难周的这个礼拜，爱去想，基督啥事为咱愿意取奴仆的形象，真做人的款式，甚至定死伫十字架顶。我伫这一顶礼拜开始思想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一直咧想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我的心肝用要吹去。过去的这个礼拜三啊、礼拜四，有一天的时阵啊，我家己咧添一寡物件。迄个物件伫遐添吼，添一个吼，你捌添过物件无？捌啦吼。啊，捌去互针插着无？捌啦吼。啊，互针插着的时阵，你讲吼有够赞吼，我老岁啊！你敢会安尼？啊！你敢会怎啊？哦，去互针插着，吼，佮摕起来佮插一届，嘛袂嘛对。但是你知影，耶稣要钉十字架进前的时阵，伊是互迄个鞭来甲伊拍。你捌互恁爸用皮带摔过无？无啦吼。但是耶稣基督要受钉十字架进前，迄个狗仔是安怎呢？迄个狗仔是安尼，头前是尖的，啊后壁有倒钩起啊。啊，你摔落去的时阵吼，这个尖的所在会插入去迄个肉内底，啊，这个倒钩起啊吼。原来会安尼插入去，了的时阵安怎抽出来？
有比你去占位着更较威无？原本迄个物件，迄个过程，是因为我犯罪爱承受的。但是基督替我担当，伊无犯罪，所以伊有资格。伊若有犯罪，伊就无资格。但是伊无犯罪，所以伊有资格。但是有资格嘛爱安怎？伊爱愿意呢？江伟兄无犯罪，伊有资格替我撩某人来死。但是我去甲江伟兄讲的时候，江伟兄你敢愿意替我死？江伟兄就甲我应讲：要死你家己去死哦。你知影？伊爱愿意。爱甘心，耶稣基督安怎？有安尼做无？全心顺坦上帝旨，至教伫死，并且死伫十字架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因为安尼，咱才免去罪的刑罚，咱才无受到罪对咱的控告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绝绝对对，毋是一个凊彩的救恩，伊是一个白白的救恩，但是绝对毋是一个班级俗俗的救恩，是因为咱付袂起迄个代价。所以耶稣用伊的生命替咱来付出，安尼，基督为我的罪来死，一解献上，成做活活的祭物。伊无罪，伊有资格，伊愿意。所以，咱才会成做上帝的囝，期待咱伫这一礼拜受难周的日子，搁较侪来思考，搁较侪少年，基督所献上完全的祭，咱怎样透过基督的牺牲，咱也有这款愿意为主来活的心。三角按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恳求你，是阮人民帮助阮，互阮将到救恩这项代志，诚做阮活命心中上界重要的这项代志，放伫心内底，定定反复来思想，通阮真实知影基督的救恩，白白的救恩，却毋是单义的救恩，毋是俗俗的救恩，乃是贵重的，贵重甲阮根本付袂出迄个代价。阮确实因为上帝你的疼，阮会当安尼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宇宙当中上介大的稳定甲疼痛，帮助阮心中伫这个思想，因为安尼，阮的心中，阮的生命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即时三角做伙，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也用咱的活命奉献给上帝，叫咱的年日诚做上帝欢喜。咱同齐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心来奉献。
我心，当我无毋茫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当我无外靠的时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为基督耶稣的牺牲，互你会通明白真侪上帝的儿女怎样顺探伊的话语。每一届你的顺探，拢会真做正人的祝福。愿施恩的主将迄份的听、关心，甚至是牺牲的心，放伫你的心内底，互你效法基督，顺探上帝之意，活出上帝国的权能。迄份的权能是来自对上帝的顺探，就互你对上帝国领受权柄甲能力，伫这个世上将上帝国的权能甲能力带落来，通互你的日子充满上帝的权能，伫圣洁当中见证上帝的恩膏，并以丰盛的听头，直到你见主的日子，进入伊荣光的称赞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